香港方面的消息，港府计划清拆新界村屋建界物，有将近1000名新界原居民抗议表示不满，并且扬言会有更激烈的行动。不过，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就表示执法的决心，更强调激烈的抗争可能只会引来市民的反感。港府依法处理新界村屋建建问题，引发1000名村民抗议清拆，还焚烧写上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的纸扎人偶，扬言会有更激烈的行动，要拖到下届政府回应自己的诉求。行政长官曾荫权今天出席行政会议时表示，清拆行动会如期执行，又说村民的行動只會引發市民反感。政府執法嘅決心唔會因為有部分村民嘅語言暴力或者大威嚇性嘅抗議行動而有所動搖嘅。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如果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就會報警。又強調提出的方案平衡務實。我覺得係我哋已經係展示咗最大嘅耐性啦。咁喺呢個討論嘅過程，當然方方面面嘅可行嘅方案，我哋係有考慮嘅。但係並不存在我曾經考慮過特赦。對於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對於呢啲言語上嘅暴力，或者有陣時用一啲影像嘅暴力咧，我都比較平常心嘅。如果我察覺得到我嘅人身安全咧係受到威脅咧，我就會邀請警方咧係介入嘅。林鄭月娥也表示，最擔心前線人員執法時的人身安全，未來會和警方商討細節。2衛視何月秋、湯